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6，马太福音5章50安尼讲：温柔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予因承受应允的土地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生命温柔，才通承受应允的土地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荣耀的上帝。阮要来学罗你，因为你是满有慈爱、甲怜悯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，你应听牧养你的羊群，引领阮行伫平安的路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伫阮生命的每一步，拢有你的同在。你的恩典扶持阮，你的信息永无改变。主啊，求你赐阮温柔的心，互阮伫冲突中持守和平，伫伤害中选择了赦。主啊，互阮通安息伫你的应允中。因为真正的平安是对你来的，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有应允讲，温柔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你会予因承受应允的土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